今個星期對我嚟講係非常特別，因為喺5年前嘅呢個時間係我人生第一次開 live。喺完全冇人識我嘅情況底下，我嘗試直播賣自己親手做嘅珍珠珠寶。好多人會問點解無端端入行，點解忽然話開 live 就開 live，講你都唔信，真係因為興趣。記得當年我買咗勁多珍珠同文玩翻嚟，自己設計自嗨，諗住送俾朋友自己用，從頭到尾都冇諗過點樣去賣。但係作為完美主義者嘅我連包裝都做埋要送朋友啊嘛，呢個就係我嘅性格，永遠就係諗到乜嘢衝咗先講，我仲要幫佢哋影晒靚相。所以當其時話要開 live 嘅時候，我就有齊晒所有燈啊道具啊。記得當其時有1個人入嚟直播室，我已經開心到癲咗。哇！我哋有1個朋友入出嚟啦，真心多謝我身邊嘅朋友幫我 share 我嘅直播，慢慢就越多人認識我啦。從此之後，每個星期4晚都會開 live。當其時嘅 live 一開始嘅30分鐘就會教大家珠寶知識，然後先至開始賣貨，好緊張㗎。我記得當其時嘅 Facebook live 係最多4個鐘頭，到點咧佢就會自動熄機㗎啦。但基本上每一次咧我哋都會重開，因為你哋都喺度等緊我。不知不覺多咗你哋嘅支持，喺2010年嘅11月，我舉辦咗我個人嘅首次粉絲見面會，亦都係因為嗰個時間你哋俾咗勇氣我，膽粗粗咁喺上環開咗我嘅工作室。回顧翻5年，基本上每個禮拜4都開 live，由原本9點開始到慢慢變到8點開始，之後再加插埋星期2嘅 lunch time。而慢慢因為我有其他嘅品牌，連星期5都開埋 live 啦。唔講你哋肯定唔會知，就算到今時今日，每一次直播開機之前，我都需要俾勇氣自己，因為唔知道嗰場直播大家會唔會冇反應。講真，作為一個主播，如果直播室係冷清清冇反應，自己同空氣講嘢，5個鐘頭嘅直播真係好難捱嘅。不過好開心，咁多年嚟每次直播，你哋都會踴躍支持，不論問係瘋狂撳 like、瘋狂俾心心，同我傾偈或者買嘢，都會令我覺得好有存在感，自己唔係孤單直播。呢5年我創立咗幾個品牌 ，A 專做珍珠 ，B 專做鑽石，18K 金彩色寶石 ，DDB 專做彩色寶石9二紋水晶，而 ELC 專賣全新或者二手嘅 Hermes 愛馬仕手袋。仲有 YouTube channel 同埋我個人嘅 Crazy Clara page，專分享生活點滴、珠寶同埋愛馬仕知識，仲有不定時嘅好物分享。我成日都講，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係一種幸福，有你哋嘅支持，令我更加肯定自己嘅選擇。而呢種存在感對我嚟講係非常之重要。每一個第一次都會令我明白到勇氣有幾重要。從第一次直播，有2位朋友到咗咯喎，第一次開立其他品牌嘅第一場啦，第一次俾我個衰樣大家睇分享護膚品，3年第一次咁樣同大家見面啊！第一次直播賣衫，今日係我首次賣衫，甚至乎第一次買愛馬仕。每一個經歷都令我成長，直至到今日，我每一場直播之後都會反思呢場直播我有啲乜嘢做得唔夠好，有啲乜嘢可以做得更好。每日堅持比琴日進步，呢5年真係唔容易，有好多挑戰，甚至乎有啲惡意攻擊，但係因為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先可以走到今日，從1個人走到而家有一個小團隊，每一步都感恩同埋感激你哋每一位。希望我哋可以一齊有更多嘅5年，一齊成長，一齊迎接更美好嘅明天。真心多謝你哋，因為有你哋，我每一步都值得。Thank you。